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粮食。到耶稣遮来的人，心灵的确袂夭糕；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焦。请收听活命的粮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人活这世间爱食两种食物，一种是肉体存活的食物，另外一种是灵魂活命的食物。肉体的食物呢，若是供应不够呢，人这个肉体生命就袂当生存落来。同款呢，人还有一种的灵魂的生命，这个灵魂的生命若是无活命的食物，活命的粮食来供应的时阵呢，安尼咱内头的灵魂的生命就会夭折，会感觉足虚空的。但是咱若是有圣经真神的话来成就咱活命的粮，咱的生命呢就会充满着对真神来迄个真正生命丰盛。今节目呢，伫活命的食物的这个单元内底呢，喜神呢要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来探讨、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真神道成肉身。喜神呢，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性命，甲咱来探讨、来分享这个题目。伫这个圣经内头，一句话讲：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个事实，讲起来是真奇异的恩典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这个事太奇妙、太无寻常了。因为这是人类意想未到一个真特别的恩典。因为伫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讲，太初有道，道甲真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真神。你看，迄啊尊贵天顶的真神，伊离开了天顶荣耀宝座，伊愿意道成肉身，降生做人，带着这个肉体甲咱同款。真神呢，要用人的形体来显现伫人面头前。简单来讲，就是所谓天神下降来到这个世界啦。这是我呢奇妙的一个恩典啦。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又佫讲道成了肉身，住伫咱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咱也见过伊的荣光，正是被独生囝的荣光。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伊是以天父的独生爱囝这个身份来降生的。所以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讲，神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来赐我因，叫一切信伊的人无抵触甲灭亡，反倒转来得到永生。主耶稣为什么用独生囝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呢？因为咱知影，人所疼是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尤其是独生囝，更较疼。所以独生囝呢，是这个做父母的人上疼的。咱看到真侪人，就是用人性这个弱点去绑票别人的囡仔。有真侪父母伫囡仔被绑票的时阵伊甘愿把所有财产拢放杀，为着要来保条着家己囝的性命。所以人上爱就是家己的囝。所以真神将伊上疼的这独生囝呢，来赐予世间人，为着全人类的罪呢，来到这个世界，为了全人类顶伫这个十字架顶来牺牲了伊的性命，所以就显明了真神对人类上大的疼。那呢，咱若效法耶稣基督，将来咱就可以甲主耶稣基督成做真神的囝，会当来承受天国永远的产业。所以主耶稣降生伊是用真神的独生爱囝的身份，伊是带着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来。意思就甲咱讲啦，讲主耶稣来呢，就带予世间人的这个福气。所以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就安尼讲真神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耶稣来了，就是福音来了。耶稣若是无来呢，福音就无来，世界上就无啥物福音啦，拢是死伫迄个罪中呢。将来咱嘛爱落地甲受永远的刑罚，有够可怜的。但是耶稣若是来呢，
福音临到了这世界呢，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也就是讲真神救人福音带到这个世界来，这是我奇妙的一个恩典啦。那呢，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吼，因为主耶稣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会当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咱的罪。那呢，咱就会当得到永生愿望，将来灵魂呢，就袂跌出甲灭亡伫迄个地狱内面。哦，这当讲是足奇的恩典啦。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带伫咱中间，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见证。伫这个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也一直讲，天使向玛利亚的未婚夫讲，这个玛利亚吼将要生一个囝，你要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内面救出来。这一切的代志的成就呢，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讲的话，讲的确有在色女童女怀孕生囝，人要称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啥物？就是真神甲咱同在意思啦。这个记载主耶稣的拥抱约瑟当时还未甲玛利亚娶过门，伊只不过是订婚尔。但是玛利亚已经对真神的圣灵怀孕了，所以真神会惊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误解了，了做讲玛利亚还未结婚，是安生囝呢？所以就差派着天使呢，特别来甲约瑟讲玛利亚所怀体呢，是对圣灵互伊怀体，所以伊所怀体要生出来，这个囝呢，你要甲伊号名叫做耶稣。那呢，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圣灵怀孕来到这个世界，那呢，伊是要来创啥物呢？才甲恁讲，伊要将家己百姓对罪恶内面甲救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来完成救恩，也就是讲要来拯救世界上所有的罪人。那安尼呢，这就要应验这个圣经内面这个先知的话啦。所以未发生的代志，先知就已经伫700几年前，伫先知书内面就已经预言啦，讲得到有在色女童女怀孕，就未结婚就生囝的意思啦。这是无可能讲。未结婚，他会怀孕生囝呢？这是因为真神的圣灵互伊怀孕呢，伊就生出来，就是真神的囝。所以人要称耶稣做以马内利。这以马内利呢，原来意思就是讲真神呢要甲咱同在，真神要甲咱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呢，对天顶来到这个地面上，这是天顶的真神呢，要来到这个世界。甲咱人类同在，所以主耶稣伫这个世界日子呢，有30多年的时间。那呢，迄个时阵真正是真神正做人，住伫人的中间，甲人同住啦咱人就安尼问啦，问一个问题讲：天顶的真神这样伟大，伊是无所不能的。伊确实要完成这个救恩伊要救家己的百姓，对罪恶内面救出来。那伊唔免讲来到这个世界，也会当做到这个代志啊，因为伊是无所不能的真神嘛。但是唔是安尼因圣经希伯来书第2章14节到15节内面咧讲儿女既然同款有血肉之体，伊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呢，特别要借着死败坏迄个将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透放迄个一生因为惊死做奴仆的人。这内面特别咧讲到，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所以伊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什么意思呢？确实耶稣基督伊若是用灵性的身躯来担当十字架的痛苦，那根本这是袂通的因为伊是灵性的身躯伊袂当体会出这个血肉之体的痛苦确实耶稣基督伊用伊的能力，讲我要来救家己百姓，对罪恶内面救出来。那呢，伊嘛做会到那呢，伊为什么一定爱成做血肉之体呢？伫这个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15节讲，咱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
伊会当体恤咱的软弱，天顶真神，伊免啊体恤咱的软弱呢？伊假使将来毋捌真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伊无甲咱人共款带着迄种肢体，安尼，伊免啊去体会到咱人的软弱呢？所以真神为着要体恤咱的软弱，伊特别真做迄种肢体，甲平常咱人共款，所以咱人的软弱伊拢有。咱人较使工作较久啊，所以夜先爱休困，较使腹肚枵啊，嘛爱食物件，若喙焦就爱啉水啊，这拢是人的软弱。天顶的真神为着要体恤咱的软弱，所以伊真做迄种肢体来到这个世界。还佫一个佫较重要，假使讲真神借着伊无比的能力，伊讲一句话咱就会当得救啊！若安尼撒旦魔鬼伊会抗议呢？伊会讲：神啊，你哪有公平？你哪有做公义的？毋是啊！阮天使犯罪，真做魔鬼，你就拢无写起阮的罪，阮得救。但是你讲一句话尔，就互这世间的罪人罪当得赦免，因就当去天国。那你的公义伫倒位呢？所以真神的救恩得完成，是因为真神的智慧，也是讲，伫伊无违背的这个真神的本性，也是讲无违背真神的仁爱的原则，公义原则，并且这个圣洁原则之下呢，真神要亲自来完成救恩的工作，伊就必须爱道成肉身，甲咱人共款有迄种肢体来到这个世界。来体恤咱做人的种种的软弱甲痛苦啦，然后呢，伫这个希伯来书的第4章15节嘛，佫讲啦，讲伊凡事呢受过试探，甲咱共款呢，只是呢伊无犯罪。虽然伊甲咱人共款带着迄种肢体呢，有真侪肉身的软弱，但是呢，伊并无犯罪呢。虽然伊嘛拄着真侪世界上的试探。甲咱人共款呢，伊也拄着一寡眼目情欲的试探啦，肉体情欲试探啦，今生骄傲试探。但是呢，耶稣基督拢赢过了，并且呢，伊无犯罪，因为伊本身是无罪，伊来到这个世界也拢无犯过罪，所以伊当来成做咱的救主，这就因为这个缘故啦。为了安尼咱就知影，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当来救咱呢？伫拄所读的圣经内面，讲伊特别要借着死来败坏将死款的魔鬼。这个本来这个魔鬼的意思呢，就是要甲耶稣基督这位人类救主呢，要甲害予死啦。所以甲伊钉死伫这个十字架顶。大概这位救主伊就袂当拯救人啊。啥物人知影讲，这个撒旦迫害耶稣基督，反倒当来成做真神智慧甲爱的一种的实现啦。就是讲，无罪耶稣以伊无罪的性命，用爱来代替咱的罪，来受刑罚，来代替咱的罪，来受死。伊拢无犯过罪，所以伊会当成做咱的救主，借着死败坏迄个将死挂的魔鬼。魔鬼讲，咱若有罪，你就做伊罪的这奴才。但是呢，耶稣用迄个无罪的身体，来替咱死。所以呢，伊就会当拯救着咱，所以耶稣流血了，会当来赎这世间人的罪，这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实现咯。那呢，耶稣基督所讨办的，这伫咧讲，因为惊死做奴才啦，惊死做奴才，大家拢惊死啊，因为做工价就是死啊，而且呢，死伫迄个地狱，迄个永远的刑罚内底。但是人既然有罪就做罪的奴才啊，所以做罪的奴才，然后呢，佮受魔鬼的这律法啦，所以咱发觉着讲，尤其咱这个台湾的民间啦咱有真侪体会，有人惊犯冲着什么鬼神，其实是将鬼当作神，惊冲犯着所以婚丧喜庆啦，爱看时看日啦，看风水看地理，因为这拢是魔鬼撒旦的律法。恶势力的律法，所以爱去抽签啦，爱相命卜卦、看八字等等，
因为人对家己的命运非常的担心，毋知影讲将来是怎样，所以伊就必须爱去抽签卜卦算命看八字。伫这个农历7月时爱去拜鬼，讲这鬼话，拢是鬼对地个阴间来到阳间啦，所以惊这个鬼甲伊带去，所以就请撒旦魔鬼讲，好兄弟来，称兄道弟安尼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时阵呢，就拢伫魔鬼的掌管之下，不得不呢，就爱做魔鬼的奴才不得不爱受这个魔鬼的律法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伊特别要来讨帮咱这的人，就是一生伫魔鬼的权势之下受苦的人。主耶稣基督来要来讨帮着因啦。那呢，伊是要哪来讨帮咱呢？伫这希伯来书第9章20讲，按照律法，既然啥物物件差不多拢是用火来洁净的，若无流火罪就袂当得到赦免啦。意思来讲，爱用流火的方式，才会当来赎人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不得不为了全人类的罪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不得不呢为了全人类的罪来流火，因为伊要救世间三神的人。伫这个约翰一书的第5章19节嘛咧讲咱知影，咱是属神的呢，全世界拢拍伫迄个恶者的手下呢，才就咧讲，今日咱人类确实无脱离这个罪孽啦。那呢，咱就是犹原伫这个罪的王迄个魔王魔鬼的手下伫遐受苦呢。但是咱若是来相信耶稣，来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净咱的罪，咱就当做一个属真神的人，咱就免做魔鬼的奴才所以伫这个约翰一书第3章的第8节甲第9节，才嘛咧讲犯罪是属魔鬼的啦。因为魔鬼对正开始这个起初就犯罪啦。真神的囝若显现出来为着是要杜灭魔鬼的作为。伊若对真神生就无犯罪，因为真神的道存伫伊的心内，伊也袂当犯罪，因为伊是对真神生。好，这就讲罪王魔鬼呢，犯罪就是属迄个魔鬼的。而且呢，甲咱讲神的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真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要紧的要创，就要来杜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主耶稣来到世间，就是要借着死来败坏迄个将死权的魔鬼，要借着伊无罪的牺牲来流血，会当来救赎咱这三神的人。所以伫第9节咧讲，既然对真神生的就无犯罪，因为真神的道存伫伊的心内。所以咱今日咱听到这个得救的福音也就是真理的道，咱就把这个真理的道存伫咱的心内，好来甲遵守遵行，这个信而受洗罪就得到赦免，对真神的道理来生，对洗礼，互咱的罪得到赦免，成做真神的后生查某囝。然后呢，咱就会当望着伫主耶稣的真理圣灵保守，互咱得到平安。咱也袂去犯罪，那呢？直接咱就当明白，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就是要来杜灭魔鬼作为。那呢？咱今日会当来领受这个福音，实在是非常大的恩典啦！伫这个圣经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嘛咧讲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掠做毋是呢，就是真神伫肉身的显现呢。互圣灵称义，互天使看见，搁互人团结到外邦，互世间人信服，被接伫这个荣耀内面。这就是真神的奥秘足奇妙的啦，无人掠做毋是。大家拢承认这啥物代志呢？承认天顶的真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耶稣基督并且伊是被圣灵称义，对圣灵来证明伊是义的，然后搁互天使看见，然后搁被传到外邦，就是讲互万邦所传扬。所以今日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传遍到天下各所在，互世间人信服。真侪人受了圣灵的感动，因相信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着咱来牺牲伫这个十字架顶的救恩呢，因相信咯，所以因信服咯。
所以咱就当来领受这种福气。主耶稣基督已经被接去到天顶去，伫荣耀所在，伊咧为咱备办天国好所在。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啦，你若是听到喜讯伫遮咧广播，伫遮咧见证，咱会当来信靠伊，咱将来呢，就当去到迄个荣耀的天国。喜讯呢，欢迎咱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咱有机会会当半忙去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来查考真理的道，就是迄个得救的福音，来体会真神，甲咱同在，来进入天父真神，甲咱伫迄个永远同在的地步。今日活命食米这单元呢，喜讯就甲咱分享到这，咱大家平安。